平安金融一賬通徵信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21年，係平安集團旗下成員。平安一賬通徵信運用領先嘅科技優勢同埋豐富嘅風險管理經驗，實現金融科技同埋信貸資料服務嘅結合，為客戶提供專業精準嘅徵信服務，提升香港及粵港澳大灣區嘅信貸資料服務質素。喺香港金融管理局嘅支持下，行業公會成立信資通，並喺2022年11月28號信貸資料平台開始運作。平安一賬通徵信作為信資通下嘅個人信貸服務機構，信貸報告嘅資料準確性同埋機構整體服務表現方面，均符合行業公會訂立嘅要求，並喺2024年4月26號開始正式對外界提供服務。為咗讓個人客戶更加便捷獲取自己嘅個人信貸報告同埋了解自己嘅信貸狀況，平安一賬通徵信流動應用程式借助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嘅一站式個人數碼服務平台智方便提供嘅身份認證服務，快速幫助個人客戶去登錄平安一賬通徵信嘅流動應用程式。喺登入嘅過程當中，客戶會首先嚟到平安一賬通徵信應用程式嘅多語言界面。若要以智方便嘅方式登入，客戶可以點選登錄，再選擇智方便，之後就會被引導至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嘅界面。客戶可以以不同嘅方式去登入，例如人面識別、密碼或者指紋。當客戶同意透過智方便身份認證功能登入之後，就會跳轉返去平安一賬通徵信流動應用程式嘅界面，完成登入。成個登入嘅過程當中，操作穩定流暢，用戶體驗良好。呢個離唔開智方便提供嘅便捷性，可以支援客戶隨時隨地去使用。喺安全性方面，智方便採用先進嘅身份驗證技術同埋數據加密傳輸技術，為用戶嘅身份資訊同埋私隱安全提供咗有力保障。同時喺可靠性方面，作為由香港特區政府開發及管理嘅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智方便具有廣泛嘅公信力同埋可靠性。另外，智方便沙盒計劃提供咗有用及適時嘅支持，縮短咗我哋嘅開發時間。未來我哋將會同沙盒計劃支援團隊有更加多嘅合作。智方便推動咗香港各行各業嘅數字化轉型，平安一賬通徵信亦期待未來繼續與智方便深化合作，例如喺跨境服務方面，共同提供創新服務，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更好地融合發展。